自從女兒出世之後，我嘅身體開始慢慢改變，三餐漸減為兩餐，後來變成一日一餐，唔係刻意嘅節制，而係身體本能地拒絕多餘，彷彿靈裏有更迫切嘅飢渴，正喺度取代肉體嘅需要。當我真正開始以行動對抗黑暗，公開站立，同撒旦宣戰，我嘅體重開始悄然流失，一日又一日，我睇住自己漸漸消瘦，一度懷疑係唔係病入沉屙，直到妻子嘅提醒如晨光輕敲，佢話你應該要食返多啲嘢。嗰一刻我先明白，呢個唔係身體崩壞，而係靈魂喺度燃燒，係呼召正在塑形，係光喺我裏面工作，如同烈火熬煉金屬，使虛浮剝落，真實顯現。年近半百，新陳代謝卻彷彿倒流，唔係青春回返，而係神手再造，讓我預備承載佢要講嘅說話，活出佢要釋放嘅光。呢場唔係一場關於飲食同埋體重嘅旅程，而係靈魂被更新嘅記號。願這光唔止照亮我一人，願造物主嘅榮光穿透世界嘅麻痹，喚醒更多靈魂，從虛假與遲鈍中甦醒，讓光重新掌權，在黑暗已久之地顯為王。